位同學，我係周瑞冰老師。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副對聯：飛雪連天射白鹿，笑書神俠倚碧鴛。呢副對聯嘅14個字，正正就係對應金庸小說嘅14本小說。提起金庸，幾乎喺華人世界係無人不識嘅。佢甚至影響咗好幾代嘅華人，而佢嘅小說亦都翻譯成唔同嘅語言，例如係英文版啦、法文版、韓文、日文，甚至泰文，喺世界各國流傳嘅。例如好似幾年前嘅英文版《射雕英雄傳》，喺亞馬遜官網甚至得到非常高嘅評分添。可以見到金庸小說亦都深受西方嘅讀者喜愛，享譽國際。金庸小說陪伴我整個嘅中學生涯。喺中一嘅時候，身邊唔少同學都喺度睇緊金庸小說，就引發我嘅好奇心，就去咗學校嘅圖書館，見到放置金庸小說嗰一列嘅書架上邊已經所剩無幾啦。尤其係出名嗰幾套，例如《射雕》啊、《神雕》啊、以《鹿鼎記》，更係永遠都借唔到第一冊嘅。好彩俾我借到《天龍八部》嘅第一冊。當時我孤陋寡聞啦，都未聽過呢部大作，就姑且翻去試下睇啦。咁後來先知道咧，原來《天龍八部》係繼《鹿鼎記》之後第2部嘅最長嘅金庸小說，足足有121萬字。我就誤打誤撞，一頭中咗落去金庸筆下嘅武俠世界啦。自此之後，我就一本接一本，一套接一套咁睇。5年嘅中學生涯，我就睇咗共21冊嘅金庸小說。雖然算不上係標準嘅金庸迷，但係佢確實係我成長影響非常深遠嘅作家。金庸小說嘅主題離唔開一個情字。當然對一個10幾歲嘅少女嚟講，最吸引就係佢嘅愛情線啦。睇《天龍八部》嘅時候，我最中意丐幫幫主喬峰，佢行事光明磊落，係真真正正嘅英雄好漢。佢又有鐵漢柔情嘅一面。當佢遇上未婚妻阿朱之後，一心希望拋低江湖上嘅恩怨情仇，同愛侶去大漠過與世無爭嘅生活。可惜天意弄人，佢不但未能實現呢一個盟誓，最後佢更錯手殺死咗自己最深愛嘅女人。我仍然好深刻記得，當睇到呢一幕嘅時候，我係真切感受到嗰種錐心之痛，忍唔住匿埋咗喺個被竇嗰度痛哭。除咗愛情之外，當然亦有親情、師徒之情、兄弟情、友情，甚至係山川、家國、民族之情。睇金庸小說，令我對人世間各種嘅情有更深刻嘅理解，可謂好好嘅品德情義嘅教育。睇金庸小說可以認識豐富嘅中國文化。因為金庸將中國古代嘅歷史地理、政治宗教、諸子百家、琴棋書畫、詩詞歌賦、醫卜星象、傳說掌故等等融匯喺小說之中。例如係《笑傲江湖》裏邊，令狐沖造訪孤山梅莊，變成咗一次琴棋書畫嘅展覽，甚至人名嘅名稱都係琴棋書畫一一對應嘅。又例如《神雕俠侶》裏面嘅赤練仙子李莫愁，反覆背誦嘅一首詩詞：問世間情是何物，直交生死相許。天南地北雙飛客，老刺幾回寒暑。歡樂趣，離別苦，袖中更有痴兒女。君應有語，渺萬里層雲，千山暮雪，隻影為誰去？嗰時覺得呢首詞寫得實在太好啦，好想知道係邊一個嘅手筆，於是就去查書啦，揾到原來呢首詞係著名詩人元好問嘅代表作。原來詩人有一次見有人打獵，獵殺咗一隻雁，而呢隻雁嘅伴侶唔忍心獨自生活落去，由半空中墮地而死。詩人為痴情嘅大雁深深感動，於是就買下呢2隻雁啦，幫佢哋立咗個墓，並寫咗呢首愛情嘅千古絕唱。睇金庸小說嘅一個意外收穫，就係喺滿有樂趣嘅閱讀過程裏邊，
中文嘅水平不知不覺咁提升。我慶幸喺中學時期遇上金庸，我慶幸遇上金庸筆下嘅一班主角，陪伴我成長。中學階段係人生中最青春煥發嘅時期，如果只係埋首於考試、操練試題，咁就未免太過枯燥啦。睇金庸小說，我彷彿跟隨主角嘅步伐，行走江湖，行俠仗義，遇到一段又一段曲折離奇、精彩絕倫嘅經歷，令我真真正正感受到閱讀嘅樂趣。能夠寫出包羅萬象嘅小說，足以見到金庸學養之高。但係佢喺晚年仍然孜孜不倦，喺81歲嘅高齡前往英國劍橋大學，先後完成碩士同埋博士學位，可以見到佢活到老學到老嘅毅力。各位同學，不如今日就去圖書館借一本金庸小說，親身感受下金庸筆下武俠世界嘅魅力啦！